继续看台中市政府今仔到议会进行非洲地质报告，市长罗秀燕伫议会搁再回示咧，也毋过有民进党的议员是质疑讲数理甲一条拢有问题，要求退回报告。另外，市机场第三届的采检阁有3个所在验出病毒的反应，也毋过台中市的农业局是强调讲，虽然是阳性，也毋过无一定会有毒性哦，会搁继续监控。大家辛苦了。 让大家担心，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，所以秀燕在这个地方向大家鞠躬致歉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初时早起去市议会做非洲地质专案报告，搁一届甲大家行礼回室咧。不过刘阳议员煞个大声喷，要求退回报告。你根本就是存心一开始，你就要欺骗市民，就要欺骗议会。像这样的报告，退回啦，请你重编。 刘阳质疑报告的数字甲疫调无确实，要求大家退转去市府。也人也认为相关的政策中央嘛有改进的空间。市府讲国内并无新增加其他非洲地质确诊的病例，相关的禁令嘛小连续解除。不过市府做了无周知的所在，要是会检讨，嘛强调会继续加强消毒甲按场的管控。也农业部11月初5做第3届的采检，其中有3大要是验出非洲地质的病毒核酸是阳性。台中市农业局强调讲。 这并不代表有毒性，就是这个阳性是不是代表病毒还有活性？这个还要请这个兽医研究所再做好好的研究跟检测。也若按场敢是要继续饲猪？农业局讲，饲猪场虽然是私人的财产，不过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理。另外，处理喷的部分，环保局讲目前也是依期全部用焚化炉烧掉的方式处理。 目前我们还有办法指引来处理现阶段的那个厨余，但是后续如果禁止养猪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话，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处理方案。环保局强调讲，目前台中市每一天会产生差不多250吨的喷，拢有法度全部处理掉。不过禁止用喷饲猪的这个政策，若要持续落去，就要甲中央讨论其他会当处理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